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俗语咧讲，第一是食，第二清，咱人食清是半生成。今日来讲几句啊，甲食有牵连的台湾话。毋过食吼，往往毋是干那代表食的意思，佫有另外无共款的解说哦。但国情啊，你是咧讲啥？头一句我来教你跋筊。吼，国情啊，谈电视台咧教人跋筊，即句讲做照食照拍。咱知影啦。跋麻雀也好，跋杂毛也好，食一支牌才通拍一支牌。毋过社会上咧应用真济吼，已经甲跋筊无牵连啊！你袂晓跋即句，你嘛听有，表示啥？表示讲我做你的工课，领偌济报酬，得偌济薪水，我付出偌济气力，我就要一定做好公道。我袂当去甲你骗，啊，毋过嘛无通互你骗，安尼叫做照食照拍，照起工来就对啊啦。当然头一句莫讲跋筊啦。第二句咱来讲，食还佫有另外意思，就是讲挖靠。挖靠啥？哇！即台囡仔车，囡仔咧耍的即台吼，这毋是插电线，毋是这食电池的。咱知影，食电池就是挖靠电池的力，所以国情嘛定咧讲，分担倒吞烂，人若骨力就食力，食力这2字就是挖靠气力的意思。当然有人写讲是力子的力，不过伊嘛是相同的解说，就是讲咱人挖靠气力，才有法度伫社会拼出名声。所以食电池的就是挖靠电池的，食搁一个解说就是挖靠，食力嘛共款。好啦，过来啦，正经讲一寡直接咧描写甲食。真正放落去嘴里吼，这个动作有牵连的台湾话啦。第3句咱来讲迄幼囡仔，老母咧饲奶，有时啊饲正边，有时啊饲倒边，安尼叫做食双工奶啦。毋过即句话若社会上咧应用，伊另外一个解说代表意思是啥？就是讲即个人食爸就挖爸，食母就挖母。行过来这边讲这边的话，行过去迄边讲迄边的话，哇！咱看，咱就讲吼，即款人食双工奶的，意思讲即个人无正派，挖过来变过去就对啊。总是啊，拜托所有好朋友，国情解文说理若好看，你爱尽量去小报。愈侪人咧看，阮的制作人甲国情啊才会好食困。讲到即句好食困，原来是食呢。毋过即句好食困，真正解说就是讲，咧食饭，也是讲困，讲咧休困，困入眠无毋对。但是这3字斗做伙顺，佫有另外一个解说就是讲吼。会清心，会安心，会无忧愁，会无烦恼。啊，当然顶到头边讲你若甲即个人结完仇，你就会讲吼，等我甲你讲啦，绝对无通互伊好食困啦。所以，互我拜托，解文说你尽量出去小报恁的小报，看下阮的广告，互阮认真做好食困，感谢你。